要过年咯，台北的南门市场是公滚，真侪民众来看年货，摊商嘛发挥着创意，推出着特色的商品，譬如讲这个馒头内底来铺豆沙、起司、芋泥等等几啊种的餡料，看起来都亲像是千层的鸡卵糕同款。另外，今年是龙年，佮特别甲馒头做成着龙的造型。有业者讲，过年期间的业绩可望会当增加5成。排队的人落落长，拢是要来买年货。南门市场过年前的买气是真正旺。店家啥人客有撇步，参出这个馒头内底搞豆沙、起司，还佫有蚵仔，一赞一赞的效果是真特殊。对我来说呢，可能是新口味，我觉得应该也会想尝试。中间好像有 cheese，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另外一部就是上阵这个龙年的商机，业者特别推出这个小笼包，有公的有母的，一对这样子。那后面的尾巴，它这个枣子是代表财源滚滚的意思，都蛮喜欢的，因为这纯手工的。那是包啊寿桃嘛有创意，布仔囝寿桃，大桃包小桃，互真侪人客食了就会调。就是习惯吃的，大家想吃的为主。对，就小孩子啦，应景的，如果说可爱的，当然也会考虑啦，但原则上就是看他们小朋友喜欢吃的口味为主。业者讲过年买起抢抢滚，业绩有可能会成长到5成，店家拢苏卡入手，就是要把握机会赚大钱过好年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